四大願望尋夢之旅，第一日喺旺角集合之後，坐直通巴去深圳，再搭機飛雲南麗江，當晚入住酒店，準備開展精彩旅程。第二日食完早餐後，由麗江出發，探訪原生態嘅納西村落文海村。呢度以前係茶馬古道腰道，仲被譽為世外桃源般嘅村莊。之後夜遊麗江古城，成個古城夜晚燈火通明，好有氣氛。今日經過被稱為中國最靚10大公路之一嘅府鄉公路，壯麗風景一覽無遺。再去到白水台，一個天然碳酸鈣梯田，白雪雪一片，好似雲上仙境。第四日遊覽納帕海伊拉草原，風景開闊，雪山、湖泊、草原一次過睇晒。之後車程前往稻城亞丁，沿途欣賞香城百壯民居同日照神山等絕美景色。今日係探索稻城亞丁重點一日，景區有鮮奶日、陰買俑神山等神山勝地。湖泊如牛奶海、五色海靚到令人窒息，全部都係打卡必到，邊行邊影，完全唔想走。第六日朝早參觀涌古之後，行上神山腳，欣賞珍珠湖，湖水清澈見底，天晴時有倒影如玉盤珍珠。黃葉滿地嘅楊樹林亦係一大亮點，秋景醉人。第七日就去俄亞納西古寨，條村成片藏式建築，依山而建，鱗次櫛比，充滿民族風情，十分壯觀。今日暢遊瀘沽湖同水性楊花，之後搭船登上呂姆比島，了解摩梭族舞系文化，邊食邊睇民族歌舞。今日登上玉龍雪山，13座雪山峰連綿不絕，氣勢磅礴。搭乘冰川大索道，飛越雪山林海，穿越雲霧，直上海拔4680米。之後前往南月谷，湖水呈月牙形，係必影打卡位。最後由麗江飛返深圳，再坐直通巴返旺角，圓滿結束呢趟高原之旅。